大家好，我是阿武啊。人讲牛骹讲是牛来肉，名车广告有够歹啦，毋通招神无出声，牵牛落篮是心拖磨啊。昨个新闻咧报讲，有一个负责人摕金条啦、金破链啦，摕去断，结果迄个店家讲要甲摕3成消磨啦。爱安尼讲甲喙甲全部。要迄个负责人甲签字，袂互伊啊！过等讲想想毋对咧，买一个金，卖一个迄个破链啥物物件，爱摕我3成的手续费、消磨费啦，处理费啦，安尼敢对？所以讲，咱若要买还是要卖，拢着爱试过去探听，试过去看，莫讲迄落。卖互人较俗，家己放偏，安尼就毋好啊！咱再来讲下骹即几个有关金仔角金即字的迄个名词。来，金仔、黄金、黄金、金钱、钱项、箍箍啊！这箍啊，我记得我较早细汉时阵是讲迄个，敢若巧克力豆迄种诶，箍啊，巧克力啦，还有钱水、钱银、金钱、钱财、金破链、金手指。迄个时阵，少年时阵有一种叫金手指，金手指就是讲，你若要过关，要迄个无敌诶。拍袂死诶，你着甲饲金手指，有几只人本来性命有3只，也有真侪只，几若100只，互你算着算袂了，叫金手指。这讲诶金手指是咱迄个挂迄个手诶迄个金手指，金破链金手指。再来金斗，这边遮就无共啊，金斗红啊，黄金红啊。迄着对死人骨头诶物件。好，咱今仔日就讲到遮。多谢大家，欢迎后续搁再收看，感谢呢。